我是新闻人，我足爱唱歌，嘛足爱写歌的。爱你的路，我甲你心情的路，亲友谊的路。我嘛是一个节目主持人，我用我的双脚全台湾行透透哦。还说你好。好，有好啊好啊。对啊，这我的相接就好。我提过金曲奖、金钟奖。我感觉有一个力量呢。等我拉回来，不是，光钱啦！我虽然已经70岁啊，但是我嘛搁要继续开我的演唱会。我是一个行动派，我若想到啥，我就拍拼去做。爱规组就对啊。卡车、跑车，哦，来给我唱